后来最近有民众伫社群媒体抛出着图文，是嘉义阿里山一间出名的宾馆大暝上新的介绍，基础的双人房平日15000，特殊假日21000。若上贵的套房平日35000，特殊假日45000，实在有够贵，民众话讲甘愿出国。宾馆的总经理出面来背会，讲因为山顶的资源有限，伊嘛推出着优待的方案，让旅客来选择。宾馆的房间内清洁清气，阁有黄色的夜灯，这就伫咧嘉义县阿里山的知名宾馆，大过这游客拢感觉真舒适。不过，民众最近伫咧社群网络抛出大暝介绍，讲看一个险啊，混气。上基本的贵宾双人房，平常时啊爱15000，假日19000，特殊假日21000。上贵的是首相套房，平常时啊35000，假日42000，甚至特殊假日介绍一买45000。和民众都袂调讲，看到这个介绍就是活揽钱。我个人是比较不会花这样的钱去住。我小资族可能花不了，如果超过1万块，我可能就会考虑一下，我可能会选择其他地方去玩这样。太贵了，出国玩 CP 值比较高了。听到人的介绍，民众讲开袂落去，甘愿出国耍，大碗个满钱，业者冇话要讲。全台湾其实也不是只有我们卖这样子的价格，甚至卖的比我们贵的饭店都还多的是。没有所谓的一般民众或者是特别民众，我们的价位其实就是固定的价位，你住得起的你就住比较好的。业者强调，因为山顶的资源有限，有时阵爱考虑到其他因素，卖推出优惠方案，若旅客的想法相款，将做侪人讨论的话题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